首楞嚴經義海卷3初破在內2。爾時世尊在大眾中書金色臂摩阿難頂，告示阿難及諸大眾，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，具足萬行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，以慈悲攝阿難，譬如父囑子父輩而告。呢度有三種意思：第一，安慰其心，令無恐懼；第二，祝其諦受，令無忘失；第三是令阿難許說，無有虛妄。所以如來書其手，言辭上立。下邊話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盤門，直到無異，通至寶所。所以話一門清淨果海，眾得具足。又話莊嚴真三摩提，因行所理，故名為路。汝今諦聽，阿難頂禮，復受持旨。破妄意欲顯真，所以略標中歎德，令阿難因無喜為徒然，不譴責歸來佛所嘅原因。於是阿難復而諦受。阿難向以三名為請。三摩提者，圓融三指，舉一即三，所以下邊話奢摩他路，其意亦爾。如汝所言，身在講堂，互有開闊，遠足林園，亦有眾生在此堂中，不見如來，見堂外者，反常理諫問，引興起，即係阿難尊者而直答：世尊，在堂不見如來，能見林泉，無有是處。自知據理直中，不覺計中危矣。欲破執心在內，普遍嚟講，先定阿難之答。身比喻內心，堂比喻人事，林比喻外物。阿難汝亦如是，汝之心靈一切明了。若汝現前所明了心，實在身內，爾時先合了知內身。心在身內，如人在堂，如人在堂，先見如來。頗有眾生先見身中，後觀外物，心能虛鑒，內外俱圓。所以話一切明了，向外記了萬緣，在內合之五臟，頗有可也，亦與辭也。你可以觀察所有嘅眾生有冇呢一樣？以無有人先見身內，故知責問，即是破啦。眾不能見心肝脾胃爪生發祥根轉脈搖，成合明了，如何不知？苦臟內密，切使不知，根脈膚淺，形容難了。必不內知，云何之外？五臟同居，最為親昵，萬象離異，成謂疏遙。若是不了，身中喜合，能觀外物，身內至近，尚不見之，況外物至遠乎？呢度意思係話，身內既然係咁近，都唔能夠見啦，更何況係遠物呢？
是故應知語言各鳥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內，無有是處。景風外動，妄想內分，色浪潛生，謂自心上。空花幻化，起滅無從。不了本如，遂成九執。及推所在，妄為身中，反覆窮形，理無所據，故佛詰子令悟其非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可以掃二維碼以及下載呢兩個網址。